奶奶呀，我卡子营养一收，朱红心年夜饭送得来着，你还去前上来着？你带我上工啊？看眼睛一闪，俺们去不动的哇！你看你找啥菜弄下来，把我热了，必须锻炼身体。哎呀，有的打的3个流子，我不是自家去拎的。哎，放那个，哎，牛肉姜啊！白斩鸡、鹅板酱、泰国凤爪、精品板鱼、桂花糖鱼、腊八菜、菜花仁、牛腩板、西卤蹄筋、青菜豆丝、沙拉鱼排、宫廷咸菜、蒜香排骨、蘸排菜酥、清蒸白鱼、蜜汁姜放、鹅板饭、春卷，整炸的一个菜鸡汤，整整8只冷饭、10只热菜、2袋点心、1只汤，他不一来子，足够10个人吃。尤其是一只菜鸡汤，可以直接摆了煤气炉上晒，烧得大好自在。跪了阳台上，天然冰箱。奶奶呀，你记得去那一袋阳台上去啥去啊？啥个香的啦！哎呦，奶奶，你早已经开出山子。你不是刚直接放到煤气炉上晒吗？我也去煮了。哎呦，这份好热闹。真金不火好灵。奶奶呀，你是真个好意思的，搬么不肯搬，吃得来得个委屈。哎，我们正常过，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体。